既然如此，陈姑娘，我就不再瞒你了。我此番去清水县，就是奉了督察院的密令啊，前去查访钦差的情况。今天你碰到了我，就算找对人了啊！既然圣旨和官印都在你的身上，那一切都好说。陈诺肯定会把圣旨和官印交到陈信的手里头，到时候陈信拿着东西来找我，我可就得把他当钦差大人了。你笨呐！他在你牢子里关着，你不会把圣旨和官印替我抢回来啊？抢个屁呀！我敢抢吗？人家手里拿着圣旨和官印呢，那人家就是钦差，我只认圣旨不认人，谁的手里有圣旨，谁就是钦差大人。这可怪不得我了。跟我走吧。上哪儿啊？下大狱啊！这个地方也该收拾收拾，留给人家真钦差住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真钦差是我，姓陈的是个疯子。少废话吧你！哎呦，嘿，嘿，哎呦！我说你去骗骗别人也就罢了，郑天寿那儿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由着你耍。在我面前你得跟我说实话，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钱老贵，我原来以为你是个笨蛋，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。哎呦，你才是个笨蛋呢！好不容易没人把你当假的了，我也把真的关了。你不好好端你的钦差架子，非得去哄个缺心眼的丫头，怎么着？觉着烫手了吧？你别说我了，你对玉姑娘不也是一样的心思吗？那可不一样，玉姑娘人品好，模样也好，我费了一番心思，值得。少有那傻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我就喜欢，你管着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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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管，我不管。等陈信拿着圣旨和官印来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今天你来找我，肯定不是来拿我的。我凭什么不来拿你？要拿你早就拿了，你一进门就把事情给挑明了，肯定是想帮我的忙，是不是这样？哎呦！哎呀！你小子是我见到过的最胆大包天、不知死活的家伙。到这会儿了，你还给我嘴硬？钱老贵，你要是不帮我，自己也是一脑门子的官司。你把那个小白脸关了，打了人家的板子，还把人家当疯子关了那么久，等他当了真钦差，能不找你算账？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还把我当真钦差，咱们两个谁跟谁呀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是假的，我知道你拿了真的，咱们两个都有短儿，只能是你帮我，我帮你喽。你别得意，周文正来了，这会儿和郑天寿坐镇，要我来拿你呢。姓周的狗官来了，怪不得我觉得这阵子有点不大对劲儿啊。周文正可不是好对付的，他说要杀你，我再大的胆子也不敢保你呀。他说要杀我吗？还不是我替你兜着了。他这会儿还把你当真钦差呢，说是要来拜见你。我怕你拿不出圣旨和官印，就把他拦下了，没让他来瞧你。钱大人，咱们俩现在可是一根线上的蚂蚱，
可不能互相拆台啊。我这不是没把你供出来吗？你说那牢子里的真的怎么办？这会儿人家手里有了圣旨和官印，一旦周文正知道了，露了馅儿，不光我交不了差，你立刻就得被拿下。周文正是个大贪官，要是他把小白脸当成真钦差，恐怕他早晚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吧。你小子心眼还真不少。哎呀，小白脸儿在我手里受过罪，周文正要是把他解救出来，说不定他会对姓周的心存感激。你说，要是小白脸儿以钦差的身份做了堂长的印，最恨的是谁啊？最恨你呗！你打了人家板子，又把人家关起来了。你说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谁？当然是因为我了。那你想想，要是姓陈的当了钦差，最倒霉的会是谁？最倒霉的是咱们俩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傻钦差，你借我个胆子吧，我可不敢。那我就没辙了。你要不杀，早晚小白脸会出来。等他出来，手里拿了圣旨和官印，他钦差的身份就是真的。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办。要杀你杀他，我可不杀。行，我杀就是了。你到晚上啊，把他给我灌醉了，我进去一刀抹了他，把圣旨和官印抢回来，不就完了？放你娘的屁！你在我县衙里头杀人，还不等于我杀人一样啊？那你说该怎么办？你看如何？这样也好，神不知鬼不觉的。不过我跟你说，药你可得准备好，还得找个人试试。你自己试吧，谁试不是一条人命？不试试我怎么知道能不能毒死人啊？我的药你都信不过呀？你还说你没杀过人？瞧你这招使的多阴毒！我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才不是好东西呢！我跟你说，阿丑，是你要杀人，我也就是帮个忙。日后问起来，我可死不认账。老爷，正期带着人老在附近晃，小心点儿，不许他进客栈。晓得明白。阿丑，钱大人找到你没有？刚刚找过。他找你干什么？姐，我要是跟你说了，你可别吓着。姐，你喜欢的那个小白脸恐怕要活到头了。混蛋！你竟然敢跟贪官合伙，谋害钦差！谁谋害钦差？他是个疯子，你刚刚要打的才是钦差。呸！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。那小子果然像我想象那样，恨不能把姓陈的杀了，他好光明正大的去做几天钦差。哦，他当真不怕追究起来会被砍了脑袋吗？大人有所不知，这小子大字不识几个，纯粹就是个无赖小混混。胆大包天，过着今儿不想明天，他才不管日后如何呢。只要是能抖几天威风，骗些银子到手，他就知足了。这小子答应下手了。我
刚一提这茬儿啊，这小子就恨不能提着刀上牢子里把姓陈的杀了。他天生是个亡命徒，在他手里杀个把人不算什么。看来这个家伙还是个人物啊。我听说他还有个姐姐。他是他姐姐拉扯大的，平时也管他叫娘。你说逗不逗？别看这小子天生的混呐，对他姐姐还倒十分的孝顺。这就好。钱奎，在。既然你已经都谋划好了，可不能再出什么纰漏啊。是。阿丑，你是不是答应了要杀陈公子？如果我不答应，周文正会让人把我和小白脸都杀了，然后说是我杀了小白脸，他才杀的我。皇上要是问起来了，罪过全是我的，到时候你也活不了。那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已经想好了，周文正要是现在动手，我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周文正这个狗官算得太精，非要把钱老龟当枪使，那他可就找错人了。钱老龟办事婆婆妈妈，哄着让我杀陈公子，这纯粹是脱裤子放屁。这么一来，姐，我可就有办法了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，等陈公子到了客栈，我就把钱老龟给我的毒药放在酒里，把门口看着咱们的人全都给毒死，然后我就带着你和陈公子逃出客栈。阿丑，你有把握吗？这要看红三儿是不是有胆子，还要看外头那帮衙役是不是够笨。可是这样算起来，也只有30%的把握。看着咱们的那些人又没有罪，阿丑，不杀他们行吗？那就让红三儿用蒙汗药好了。这行吗？总比等死强吧。阿丑，这可太危险了。陈公子只是个书生，外面有那么多人，就算你带他逃出客栈，恐怕也出不了城啊。先逃出客栈再说，到时候总有办法的。我们老爷好心好意给你送点吃的，你瞧你疯劲儿！你才疯呢！你骗谁？你们老爷算什么东西？你算什么东西呀？我不是东西，你是个东西。钱大人，你如此陷害本官，就不怕日后遭报应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这句话可不像个疯话。谁疯了？谁疯了？明天皇上就到，你有胆子，咱们在皇上面前理论呢。瞧瞧，又疯了。行了，别来这一套。这地上东西也捡不起来了，白糟蹋了。走，我请你吃顿酒，我有几句话想问你。有话你就光明正大的在这儿说，要不然就等明天皇上来了，在皇上面前说。朝堂之上，请圣君明断。行了，别装了，过来。松手！你又疯了！别抢我们老爷！下来，松手！我们老爷！叫你的人下去，都给我滚一边去！滚开！都滚开！用不着你们管。建奎，你请我吃饭有何用意啊？没什么用意，也就是想请你到隔壁去说说话，聊聊天儿。认我是钦差了？打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钦差，证据搜集的差不多了吧？钦
钱奎呀，钱奎，你可算是怕了我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怕明天皇上来了，我告你的御状啊？现在想讨好我，晚了。什么晚了不晚了？也不就是吃顿饭嘛，喝点酒，消消气，总不是个坏事吧？来啊，给这位梳洗梳洗。周大人，钱奎那儿都安排好了。好。还有一件事儿啊。县衙里关着的那些个犯人，是个隐患。周大人，您又多虑了。除掉了陈信，拿住了阿肘，那些人能翻得起大浪吗？多算一步，总没有害处。那我就安排，把他们全干了。慢。让我再想想。外边候着去，站得远远的，没我的传话不许进来。是。你请坐。下官钱奎见过大人，大人受苦了。钱大人，你到底是何用意？陈大人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我早就知道您是钦差。你既然知道，为何还要关押我？陈大人，我把你关在牢子里，是为了保护你呀。你知道有多少人要杀你吗？昨天搜我的身、扒我衣服的，是你派的人吧？不是，是周文正来了。周文正他怀疑大人您的身份，所以才派人搜了你的身。如此说来，周文正是让你今天杀人灭口了？正是如此。这点韭菜，就是我的断头饭？不是，大人，我钱奎虽然算不得是英雄豪杰，可我也是读过圣贤书、明辨是非的人。在这和安府，我不过是人家手里的一个小卒子，这种日子我他妈早就过够了。如果大人您能信得过我，您不如把我钱奎当成一个内线。如果我此番能把大人您救出来，只求将来您在皇上面前替我说几句话，您可答应吗？就凭你这几句话，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你只能相信我。大人，如果下官要杀你，你说我跟你讲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呀？您现在就在我的手里，我要想杀你，那是易如反掌。钱大人，没想到你还有如此的心思。我一直以为你不过是个无能的昏官呢。昏倒不昏，大小算是个贪官吧。大人，周文正贪赃枉法，我多少也跟着捡了点残羹剩饭。以后您面见皇上的时候，该怎么奏就怎么奏，我也不藏着掖着。只要您将今天下官的所为禀告皇上，我也就
知足了。如此说来，恐怕是周文正坐镇清水，等你把事处理好。现在钦差一真一假，周文正是不是想把假的变成真的，再把真的杀了？没错，将来皇上追究起来，也是大人您丢了圣旨，官印在先，才酿成大祸。皇上要是怪罪下来，也不好深究的啦。那你想如何救我？陈大人，在这清水县地面上，我还有点人脉。周文正他们还要我替他办事儿，一时半会儿还不好越俎代庖。只要大人您把圣旨和官印先交给我，我马上派人火速赶往安庆，去搬动巡抚大人来救您，如何呀？钱奎啊，钱奎啊，你还真有脑子，还会使这计中计啊！恐怕这也是周文正教你的吧？哎呀，大人是何出此言呢？你要杀便杀，你们杀了我，也不过暂时逃避一时。等日后皇上追究起来，我看你们如何交代。大人要是这么说，我的这片好心可就是白费的啦。你有什么好心呢？你还不是想从我手里把圣旨和官印骗走，好向周文正交差呀？实不相瞒，2天前我已经让小妹带着圣旨赶往安庆去了。即便你现在派人去追，恐怕也追不上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去看殷姑娘。这我们老爷可没跟我说。我是钦差，还用他恩准啊？再说你们老爷不是说了，只要我不离开客栈，一切都听我的吗？哟，你在这儿等着，听您吩咐。陈公子，你在牢里受了不少苦吧？这些不值一提。殷姑娘，当初我跟你说，阿丑并没有把圣旨和官印还给我，现在你信了吧？陈公子，所有一切全是我的不是，我不该带着阿丑跟你一起走，不该由着他的性子。陈公子，我只想问你一句。你这番做了钦差，会不会拿阿丑问罪？你是经过世面的人，按大清律，假冒钦差该当何罪？你应该清楚吧？陈公子，你千万别跟阿丑一般见识，他年轻不懂事，得罪了你。你有什么气就撒在我身上吧，你要给他留条生路。陈公子，我求你了。即便我有心帮他，可阿丑假扮钦差已经是路人皆知，早晚要传到皇上耳朵里。我又怎么帮他呀？你就说你是微服私访，要找一个替身，有意让阿丑这样做的。这就是你想的好主意。陈公子，你肯依我吗？不是我不依你，是你想的太简单了。我这个钦差现在也不过是一只待宰的羔羊，我自身尚且难保，
又如何管得了阿丑啊？陈公子，你都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你起来坐吧。陈公子，我现在和阿丑正在想办法。如果阿丑救了你，你能饶了他吗？此刻的情况已非我们所能控制。若无回天之力，我和阿丑恐怕都难逃一死啊！陈公子，你还有什么事儿？阿丑要是跟你说什么，你最好听他的。我为什么要听他的？恐怕阿丑会有些办法。老爷，你把阿丑和陈大人搁一块儿，他们俩谁是真的？谁他娘的明白？我就是有意的把姓陈的和阿丑放到一块儿，让他们俩斗。这一斗，那真钦差不就出来了吗？老爷，这么着，当弄明白谁是真的了，可就把钦差得罪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老爷，那要打起来怎么办啊？别管，死不了人，盯着点去。是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把人给我看得紧紧的，即便是出宫，也得跟着2、3个人。您说的要陪着进茅厕吗？废话，上茅厕不是出宫啊？红三儿，哎，站起。这几天你就算应了我们老爷的官差了，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，听见没有？是。那这几天垫钱不是，你帮着贾金斋做这些破事，我们老爷还没找你呢，你还敢要垫钱？我那意思是，这垫钱就不算了，反正上那住着俩钦差呢，总得有一个是真的吧？坐下，这坐下。你们都给我听好喽，只要有人出去，你们就给我盯紧喽。屋里头倒不用盯那么紧，啊！哎，大爷，那他们俩要打起来怎么办啊？打？甭管他们，让他们打，死不了人。是。哎，牛哥，回头这档子差办完了，您跟钱老爷说一声，干脆把我给调到衙门里边听差去得了。行，真让你说着了。你帮着贾钦差收贿讹人，等办这案子呀，你就跟我回衙门，我亲自给你锁在牢里的尿桶上。哎，这你才疯子呢！你偷了我的圣旨和官印，假扮钦差，你该当何罪？行了行了，别说疯话了。你是钦差，别看你长得人五人六的，你说你是钦差，那你把圣旨和官印拿出来呀！你混蛋！圣旨和官印都让你偷走了，你还跟我要？瞧，拿不出来了吧？拿不出来就是假的。钱大人打你的板子打得轻，要我说怎么不打死你呀？接着喊，接着喊。我刚才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吗？笑吧，笑吧，你这个疯子！我让你笑个够，到时候我非得杀了你不可。阿丑，你让红三下门看药，这人可靠吗？当然可靠。红三已经答应了，从现在起你得听我的。好，算你有本事。我告诉你，等巡抚大人来了，我先狠打你一顿，也让你尝尝板子的滋味。咱们出得了客栈，可以出不了城啊！疯子，
这2天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儿。我告诉你，本大人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。你要是再胡闹，我还得让钱大人关了你。先出了客栈再说。老子堂堂钦差，会怕你这市井无赖？你有本事就让那狗官把我关了。我可是命在旦夕，你要是真分得清是非，这次可别再跟我耍什么花样。谁耍花招？老子把你救出来，你还骂老子？我偷你的圣旨和观音，不过是过过瘾、撒撒气。骂你怎么样？我还要打你呢。你这次要能帮我脱险，我一定想法在皇上面前替你开脱。你得给我个官儿做。真的，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！哎呦，真打呀！哎，真打呀！哎呦，啊！我让你真踹老子！哎呦！啊！让你打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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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打我！哎呦！哎，让你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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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让你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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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二位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就打起来了呢？啊？这个疯子以为他是钦差呢，我训了他几句，他就疯了，还跟我动起了拳头。放肆！在本官面前，你还敢如此无礼？得，我不跟疯子斗气儿，我也渴了，也饿了，我先喝点。啊，曹大人，怎么说他也是您表哥啊，他要疯了，您就让着他点吧。你才疯子呢！我明白了，表哥，你是疯子，我不跟你抢，你先吃着，你先喝着。小白脸，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是想死还是想活？你问这话什么意思？想活就听我的话，听你的又能怎么样？红三儿刚才告诉我，外面的衙役他已经下了蒙汗药，可是待会儿药性发作起来，只能蒙倒几个人，因为钱老龟留了个心眼儿，他让衙役轮班吃饭。这可怎么办？恐怕你得死一回了。你怎么了？没胆子了？我告诉你，钱老龟是个怕死鬼，他根本没有胆子杀人，他的手下也是。里面除了有周文正的人以外，别的人不敢来真的。咱们是拼命，他们是装样子。别看他们人多，咱们有一大半的胜算呢。老爷来了，您怎么着了？打了一阵儿，现在打累了，正在吃着呢。上去盯着，我这儿坐一会儿。是。小白脸，你要沉住气。等人进来的时候，你可千万不要动。等他俯身查看的时候，你找准他的裆部，狠狠的就是一脚，然后咱们走人。我知道了。行啊，小白脸，有点胆儿啊！磨蹭什么？快叫人！准备好了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有人陷害钦差，有人在酒里下毒了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有人陷害钦差，有人在酒里下毒了！
大哥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死人了！快来！你们钱老爷好狠毒啊！啊，想谋害钦差，亏得老子多了个心眼儿，你敢把我表哥给毒死了！表哥，快来看看呀！先把他推走！抓着人！抓着他！抓着他们！我陈鑫、阿成、钱老贵，你好多。杜四儿，顶着！小帅，快追！老爷，追陈鑫，追阿成，快！追他！钱老爷，您没摔着吧？滚！回来，抓把花生米儿。啊！走！这边，我追！小白脸，你哪儿去？现在你相信我了吧？后面的事儿你听我的。听你的。你认识去县衙的小路吗？现在你去县衙，找死啊！刚才过去的马车上坐着的是王大人。哪个王大人？房官差王大人。真的？刚才过去的马车上坐着是王大人的师爷。那你干嘛不喊他？我刚看清楚，那马车就过去了。小白脸，快跑！老爷，大人，阿丑带着钦差从客栈里跑了出来。这钱老贵是干什么吃的？你们的人呢？七爷正带人追呢。去，告诉郑七，不要活的，让他立着头来见我。小白脸，你看清楚了没有？王大人要是再不来，咱们俩就没命了。王大人肯定就在附近，咱俩一起叫吧。好，王大人，王大人，救命！救命！王大人，王大人，救命！王大人，救命！救命！王大人，住手！让开！周文正，周大人，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命督察院江南道御史陈信为钦差大人，奉命出巡
沿途各府县衙门一概听其调度，不得刁难推诿。见旨如见朕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周大人，这位就是陈信，陈大人。陈大人，下官不知详情，多有得罪，望陈大人看在同朝为官的份上，多多包涵。哪儿去？哪儿去？这儿。老爷，反正是这样的，那个，这个王观察宣了旨，那疯子成了钦差大臣。后来这个周大人就接着这钦差大人啊，就到郑大人家喝酒去了，都喝酒去了啊！小的听得真的。那王观察和那钦差大臣全去了。那周大人是笑嘻嘻，还是紧锁眉头、愁眉苦脸呢？笑嘻嘻的。那钦差大人没发脾气？没有。不过那个钦差大人他是背对着我，那王大人啊，他这倒是笑嘻嘻的。不过王大人一拉钦差大人的手，钦差大人就去了。他娘的，都吃酒去了，那老子也回家吃饭去了。你这儿守着红衫儿，等着阿丑。得了，他娘的，告诉我是谁指使你的？谁也没指使我，敢给老子下蒙汗药，找死吧你！你告诉我，是谁指使你的？不是，谁也没指使我。我也不知道那里边有蒙汗药。我要是知道有蒙汗药，我哪敢给几位喝呀？掌嘴！别打！兄弟别打！是不是阿丑那个小杂种让你干的？不是阿丑大人让我干的。再说。您几位都看着他呢，他上哪儿弄蒙汗药去？掌嘴！别！不是他干的，那就是你干的了。哟，当然更不是我干的了。我要不是开黑店的，我上哪儿弄蒙汗药去呀？啊！红三儿，照顾好我姐啊！小兔崽子，你还敢回来？哎呦喂！我早晚会回来替你报仇的。给我抓住他！快来抓住他！抓他呀！抓住他呀！快来人啊！